舊式嘅屋苑，而家有好多電車要充電，會唔會唔夠電㗎啦？唔會㗎 ，AISBN 系統可以原本咁解決你嘅問題。點樣解決咧？每一個屋苑咧用電用嘅高峰期係幾時咧？就係呢一度㗎啦。夜晚黑嘅7點鐘至到12點鐘，一路去到朝頭早凌晨嘅1點2點鐘，呢個用電量最高峰嘅。每一個屋苑咧嘅用電量咧係固定嘅，即係話有一個天花板喺呢一度嘅。如果你係同時間好多車一路咁充電嘅話咧，你就會突破咗個天花板，咁就會跳閘㗎啦。AISBN 系統就係原本解決你嘅咁嘅問題嘅，因為咧大多數時間咧係喺呢一度，你瞓緊覺嘅時間，或者你去翻工嘅時間，屋苑咧係好少用電嘅。你電用量係喺度嘅，但係你冇用到嘅。如果你充分利用你嘅電用量咧，你就根本就唔會跳閘嘅，唔會唔夠電嘅。AISBN 系統可以智能化安排你電車幾時去充電。喺你唔係好多人用電嘅時間咧，空閒嘅時間咧，幫你充滿插滿你嘅車。咁咧，你只要翻屋企咧，將你架電動車嘅充電樁咧插咗你嘅電動車，你唔使理佢去瞓覺，沖涼瞓覺。咁咧 AISBN 系統佢自動幫你去解決幾時充電充滿電。天花板下單嘅所有冇用到嘅電，幫你充分咁利用佢，原本解決你嘅問題。供電動能嘅邊個有咩問題咧？私俾信息我會答你問題嘅。